新冠甲流感的疫情变严重，美国耶诞节连假只暂时5万人住院，新冠肺炎的患者增加16%。英国上新的研究，用指纹灌水内底2倍质，就当诊断感冒着灵感，有机会取代临床摄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昨日日本羽田机场飞机烧落的案件，这阵细节是愈来愈清楚啊。日航的客机迄当阵是照塔台指示进场，却是甲海保艇的飞机头烧拢，这客机倒边的阴影就开始着火烧。迄当阵客机的空服人员一时是无法度联络着机长，就随机应变，判断是这中段的所在开始着火，是袂当开着上出口的。落尾是开机头2个，甲机尾1个，赶紧疏散乘客，18分钟就帮助300外人平安逃出来。目前日本的运安会是咧调查，到底是倒位突锤？一个资深的技师，日航的技师小林丰之认为讲，应该毋是机械各样，问题是出伫咧航管人员甲海保艇技术的同时。会使讲是日本上无用的羽田机场，拢总有4条跑道，常常使用的有地图内面的 ABC 3条跑道。因为当天吹北风，事发的时阵，飞国内航线的 JAL 516班机，伫咧塔台的指示之下，使用道内面正边的4跑道，而且是对东南方向入场。这个路线因叫做是342。国土交通省3对外公开的航管通讯显示讲，塔台迄当阵是对日航516的技师发信息，讲342的路线已经完全清好空啊，会当安全降落。技师说落来就甲这些内容搁念一遍，而且照定数来降落，所以降落进前去下着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造成事故。なぜ着陸許可が出ている滑走路に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が入っ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管制官、コントローラーから海上保安庁の飛行機に対す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エラーなのか、あるいは海上保安庁のパイロットのそのヒアリングですね、聞き間違いかどちらかによって滑走路に入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そういったことが現時点では考えられます。日航516機頂3個政府教授伫接受公司內部調查的時陣講，準備要降落的時陣，無法度用目睭看到入來跑道的其他飛行機。日航和國高省的官員講，這個部分閣要進一步來釐清。另外，針對這個事故，日航初步估算的營業損失是150億的日票，這部分應該用保險金來補。另外，日航嘛啟動對旅客賠償措施。日本經濟新聞的報道講，在疫情管制放寬了後，航空旅遊是大恢復。事故進程對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的日巡預估是到800億日票這麼多，是將一年度的2.3倍。日航目前攏總有140外台國型的客貨機，除了車子佇事故內面攏總派去的 A350-900以外，共型的客機閣有14台。另外，載客量上濟 A350-1000嘛訂10幾台。公司新聞持家人朋友。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三件新聞。日本東京 JR 鐵路山手線列車，昨半暝是發生隨機攻擊事件，4個人受傷。韓國朝鮮日報報道，沙烏地阿拉伯是宣布加入金正集團，對和美國合作，變做較活中國降落西亞。金正集團當中，獨裁國家是佔多數。英國《Times》報道，美國法院公開已經過身的大好野人愛普斯坦的性犯罪檔案，這當中有受害女性是指控英國的安德魯王子嘅性騷擾，佮講美國的前總統克林頓特別介意做囡仔。稍後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紐澤西州一個伊斯蘭教長是伫咧清真寺外口去互開槍打死，當地穆斯林社區真驚嚇。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10幾個州議會遭受到炸彈攻擊的恐嚇批，警方是趕緊疏散工作人員，加在這敲碎了後是無發現炸彈。美國內華達州當時有一個去控告暴力犯罪嫌犯，出庭聽審判的時陣，向衝起的法官式拍法官，當場的法警甲工作人員要甲阻擋嘛，去互傷到。這個被告這陣是愛面臨更較重的罪。I'm a person who never stops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And I just, and I'm trying, and I never give up trying to do the right thing.
查多表示会忏悔反省，会一秒听到法官按算甲家己判处加刑的时阵，法庭内被告竟然大声叫出来，佮做出惊人的行为。伊毋离开被告室，佮直接爬过法官室拍主审法官。比人看这个情形，想要阻止已经袂赴啊。被告毋但无停止行狂的行为，佮甲法官落条一直拍，连法警出来阻止嘛毋停。法庭内规景大乱，到尾法警甲其他2个人联合，才甲被告拖离开现场。攻击法官是30岁的雷登，伊捌因为家暴入狱，车三个因为同罪拍人的案件，伫美国的内华达州出庭。雷登进前讲家己有精神病患，要求都要完刑。不过62岁的主审法官霍尔萨斯无按算法如愿，无想到都互被告用这种方式报复。这个冲突，互法官甲法警拢受伤。雷登也因为大闹法庭，面临更加侪同罪的指控。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罗西亚乌克兰双方正甲未收煞，暂时宣布要交换人质，双方分别放出200多人，是这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一届。另外，欧盟即阵是宣布制裁罗西亚国营的选召业者。感到目屎大来小览，乌克兰表示有230个战俘为俄方手头得到释放，包括现役军人加边防军。俄罗斯也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协调换转来248人，不过双方拢无讲，还佫有偌济战俘。Значний проміжок часу нам вдалося провести дуже складний обмін. Сьогодні повернулися в Україну 230 її захисників, серед яких є і бойовий медик, і захисники з остров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表示：“咱的主民倒来啊！”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指出，谈判的过程真艰难。乌俄2国为2022年2月战争以来，捌真侪届交换战俘。泽伦斯基顶个月表示，因为俄罗斯家己真特别的原因，所以停书变甲真慢。 5 часов,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буду дома. Вот это будет радость. 欧洲联盟车三宣布对俄罗斯国营选召控业投人，也是全球上大的选召开采公司埃罗莎，加这个公司执行长马利尼契夫列入黑名单，其全合法签证和冻结资产，通下减克里姆林宫的金额。俄国伫2022年的选召出口总额是差不多40亿美金。欧盟表示，这个公司选召产量占俄国总量的90%，是普丁政府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西欧这2天因为风台内靠强风变大雨，英国是发布淹水警报，已经有10万人失电，甚至佫有人是塞车塞到半中路，就去互树仔地死。另外，伫咧北欧的瑞典，已经连续2天拢降到零下40度，是25年来上介寒1月。 天顶一直落雪，受寒流影响，瑞典的温度是愈来愈低。北部拉普兰地区初三温度到零下43.6度，从1999年以来低温的记录。瑞典气象水文研究所专家表示，瑞典北部有真侪所在温度伫个零下25到35度，佮对瑞典东部甲南部发布落雪加强风警报。隔壁芬兰西北部城镇伊利回耶斯卡。 拜二气温降到零下37.8度，有报员表示，部分地区这礼拜气温会比零下40度较低。首都赫尔辛基气温按算会伫0度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I think it's all about wearing the right clothes. So first of all, cover the head, and then have a scarf that you can cover your face if needed. 这摆寒流也带来落雪甲强风，扰乱规个北欧地区的交通状况。围桥被迫关起来，部分的车甲渡轮也停驶。甲北欧比起来，西欧天气虽然无遮尔寒，啊，毋过一场风暴伫当地的滚架。风暴汉克带来强风大水雨，德文郡南部海环艾克斯特机场。 风速到每点钟130公里，强风吹倒路树，带着一台车，或者50多岁查甫人死亡。英国有1万户停电，当局发布大水警报，真侪条主要道路因为大水关起来。法国北部也互大水淹去，这已经是当地3个月以来第2场的大水。Du coup, on est une deuxième fois victime des inondations suite aux crues. Donc là, on vient tout juste de se faire évacuer par les pompiers. Et on s'en va être logé puisque notre logement est déjà 50 cm sous l'eau et n'est plus habitable pour le moment. 德国北部部分地区也咧对抗大水，下萨克森邦正做重灾区，而且气象专家暗算当地落雨会愈严重，恐惊会互大水恶化，强风也侵袭荷兰大片的所在。
南部都市爱因霍喷警方表示，这70号回查甫人初日暗时为脚踏车顶悬摔落来烧死亡，可能是强风造成的。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新冠甲流感的疫情变严重，美国耶诞节连假这站都5万人住院，其中新冠疫情的病例数增加16%。目前已经有4个州宣布，要出入病院一定要挂喙罨。受到入冬也甲耶诞跨年2个连续假期规定做伙活动的影响，美国各地病院出现大量感染呼吸道疾病的病患。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甲麻州顶礼拜宣布开始挂喙罨，进入医疗院所爱全天挂喙罨，同时限制探病的规定，限制进出病院的访客人数。These three major winter respiratory viruses, flu, COVID, and RSV, are out there spreading, making people sick. We should not underestimate them. They're really quite nasty. 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指出，进前几礼拜新冠甲流感病例明显增加。在耶诞节前，有31个州类流感病患的人数达到高峰。耶诞节迄礼拜，因为新冠住院的人数是29000人，比前一礼拜增加16%。其中超过4成感染的是新变异株 JN.1， 流感住院的人数是14000多人。感染专家观察，虽然 JN.1 有较强的免疫逃脱能力，搁较会烧胃，不过引起的症头较袂遐严重。今年流感新增加病例的病毒株，甲较早造成的致死率以及重症病患数比起来有较少。不过专家也是建议民众注满疫苗，身体若是有状况的时阵，赶紧就医。If you get sick, it's really important, particularly if you're a senior, to get tested and get treatment. 泰国的新冠疫情同款因为耶诞节加新年假期，伫进前几礼拜快速升温，甚至单日新增加的病例增加到将近6000人，达到去年8月以来的新高点。出现肺炎症头，也加需要呼吸器的病例，嘛创下将近4个月的新高。公卫部门重开疫苗注射站，鼓励民众紧注，也呼吁挂喙罨，甲维持社交距离。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一项新研究，咱人的指纹是独一无二的，会当辨识身份，即阵佫有新的作用。因有研究人员是分析这指纹汗水内底蛋白质，讲安尼会当诊断敢有着灵癌。这款方式若发展起来，毋但方便佫袂疼，有机会当取代联邦摄影。伫金属片顶缘用砖头甲点3个，扫落来甲金属片放入去仪器内面做分析。英国的研究团队研发出简单的灵癌监测法，只要分析砖头顶悬的汗内面的蛋白质成分敢无正常，就会当知影敢有着灵癌的风险。By having the patient swiping their fingertip on the metal support, we effectively transferring a very thin layer of sweat from their fingertips directly onto the metal support. And sweat contains a lot of different molecules, but what we're interested in is proteins. 法兰西斯教授讲，过去伊是用砖头顶悬的汗来做化学分析和质谱分析，主要针对法医的领域。几当前伊才发现讲，嘛会当用来做医学的诊断，会当伫摕到检测者的sample了后，和灵感的sample来做比对，而且用 AI 来处理这的质谱数据。这个新研发的方法简单、够紧，而且无侵入性，慢慢忍受传统零摄影的过程中，令无红夹起来迄种痛。So where the patients come and take this simple, painless, non-invasive test, and if they are clean, if they don't have the pathology, they are spared from undertaking mammograms or biopsies. 专家希望讲未来这砖头顶悬的汗的检测，会当做灵癌体检的第一道风扇，互妇女朋友袂因为无想要做零摄影，所无法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公司新闻张慧敏报道。中国电动车公司比亚迪去年第4季全世界卖52万车，是比特斯拉更较济，这就领头大位。不过，伫咧电动车上界普遍、市占率超过8成的位，也是特斯拉卖了较好。电动车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最近降低争取市占率。有关系数继续俗的中国电动车，比亚迪去年第4季就以52.6万台纯电动车的销售好成绩，将特斯拉的48.4万台比落去，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虽然比亚迪电动车的市场主要伫中国，但不过这间以制造充电电池起家，20年前才开始发展电动车的公司就有野心，当咧积极拓展海外市场。It's planning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n Hungary to make cars locally in the region.
And it's got plans to sort of become the aim of becoming the biggest kind of electric car manufacturer in Europe by 2030, which sounds like quite a crazy ambition, but actually when you see the kind of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y're growing, it does feel feasible. 不过，以2023年规年业绩比较，比亚迪拢总卖出158万台电动车，优完落后特斯拉181万台。不过，业界优完看好比亚迪电动车有对立整合、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虽然安尼，特斯拉在电动车普及率全球第一的北欧国家挪威，去年优完是销售冠军。挪威计划在2025年加做全球第一个无可卖燃油车的国家。去年卖出的新车中，电动车已经占82%。We are very positive when it comes to 2024 because there has been quite a few changes in the policies, and we expect and hope that we will pass a market share of 95%, which is a big jump. 目前挪威确实是因为电动车愈来愈普及，所以空气甲噪音污染得到改善。不过部分电动车主怨叹，车路的充电设施犹原较不足，这也是其他国家推广电动车所拄到的共同困境。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瑜伽运动会当放松兼训练筋肉。时阵法国的巴黎是有瑜伽会馆，请这猫仔囝、狗仔囝陪学生上课。有的学生就认为讲，这寡高贵的动物啊，会当互因的心情得到安慰。我拿新顶根据我拿甲古水的宠物互动，甲动物斗阵运动，互学员彻底放亮信心。法国巴黎这间瑜伽会馆真无共，了入的宠物瑜伽真吸引人，真侪狗仔伫人类身躯边行踏，互课程真温馨。Ouais, c'est super agréable, ça fait relaxant, mais alors en plus avec des petits chiots trop mignons, ça apporte encore plus de bonheur et de joie. C'est trop chouette, puis j'ai jamais fait ça et j'adore les chiens, j'adore les animaux, j'adore tout ce qui est petit, tout ce qui est mignon. 瑜伽是透过呼吸配合身体动作来达到舒压甲提悬专注力。宠物瑜伽是互人伫做瑜伽过程中，甲宠物增加感情，疗愈心灵。伫1点钟的瑜伽课程当中，会员用20分钟专心伫瑜伽体位练习，剩的时间用摸狗仔，或者是甲狗仔斗阵有筋神殿。dit qu'effectivement, pour les élèves, ce qui était intéressant, c'était de venir se relaxer. Et pour contribuer à cette relaxation, c'est vrai que on a aussi, quand on a un chien dans les bras, notamment un chiot, on a cette notion de toucher, où le chiot, c'est encore plus doux qu'un chien adulte. Mais en tout cas, on a cette notion de toucher qui va vraiment venir aussi contribuer à la relaxation de l'élève. 业者指出，民众伫巴黎安尼大都市食头路，普遍工时长，而且大个所在真下，无时间和空间饲宠物。透过做瑜伽接触宠物，是真赞的休闲活动。Beaucoup d'entre nous ne peuvent pas avoir leur chien à eux, chez eux. On n'est pas tous en mesure d'avoir un chien chez nous et d'avoir le temps de le sortir tous les jours. Donc c'est l'occasion et l'opportunité de venir rencontrer des petits chiots. 这间瑜伽会馆每礼拜提供几节的宠物瑜伽课程，平均有6到12礼拜大的狗仔或者是猫仔，每节课35欧元。因为接受欢迎，创办人也伫其他国家拓点，高按照每年在巴黎地区增加更较侪宠物瑜伽教室。公司新闻杨干编译。目前人工饲的三文鱼是较高着病，时阵美国有业者事件发出甲河川海洋真相像的环境，要来饲三文鱼，做伙来看。一间设伫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养殖场，为捕鱼卵到三文鱼的规个生命周期，全部伫陆地用无共款制作来完成。也像三文鱼的生命周期，伫准备进入海洋环境进前，体内甲外表拢有变化，来适应全新的环境。这间养殖场设计养殖的方式，就是尽量伫人工水槽布局好甲海洋的环境。The fish is going to go through internal changes. It's going to prepare its organ to breathe in salt water. And it's also going to go from brownish green to silver. Once the fish is ready, we give them the first winter, we drop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lights. 国内有海洋大学研究室来饲三文鱼的技术，不过要达到商业化养殖规模，要等到桃园观音第3天然气接收站完工启用，配合附近大潭火力发电厂，同时提供大量冷排水甲温排水，才有法度吸业者投资生产。公司新闻期间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